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平平做代志，有人足成功，有人十头十脑袂晓变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脑，头脑的脑，头脑脑。第二条，头脑是读鼻音，脑是咱人的头喙，也就是高级动物神经系统上主要的部分。咱讲是头脑，头脑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的头壳。若是真巧，咱讲这个人头脑好；若是讲这个人的思想甲思考能力记忆真好，咱会当讲是伊好脑筋，嘛会当讲是脑神经。另外，一个人的记忆、理解甲想象能力，咱讲是脑力。若是动头壳去思考，也就是激头脑。形容一个人规工想空想芳，咱讲伊是鬼头鬼脑。因为拄到代志歹处理咧烦恼，咱讲伤脑筋。另外，还有一寡和脑有关系症头，像讲脑膜炎、脑贫血、长脑筋，也搁有脑充血，也就是中风。这个文音读做脑。过去19世纪末期，台湾互人俄罗斯樟脑王国。樟脑、茶米甲蔗糖是台湾三大出口产品。提炼樟脑，或做激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激头脑，意思就是动头壳去思考去想。第二个词鬼头鬼脑，是形容一个人想一款有诶无诶、有空无顺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上美术课老师请大家细汉囡仔来激头脑，发挥创意，想看一眼金蕉会当变做啥物。结果其中一个学生囡仔可能较枵才，鬼头鬼脑就甲伊食掉，真正是足妖怪。好咧，加在老师有准备规批金蕉，要互大家食一个教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脑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脑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